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亚珊，欢迎收看9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台南市长赖清德将接任行政院长的职务，媒体已经对了几个月，一直到上午，林全院长确定时节，更增加赖市长接任的可能性。不过，市长上午依然无愿意证实，只向媒体表示多谢。因为媒体报道，行政院长林全决定伫5号向总统请示，同时未来院长以及将由台南市长赖清德接任的消息一出来，赖市长人正咧为亚洲青年橄榄球锦标赛要伫台南开赛来进行宣传。不过，只听到记者询问，只以多谢来回应。会上去直接，所以。因为大家谢谢你，一直很谢谢。期待。同时，原本拍算4号下晡出席0206大地档专案上新进度甲成果的赖市长嘛临时取消，改由副市长吴宗英主持。不过，新闻处长谢丁清会议顶礼拜突然确定，当时就是指定吴副市长来主持，表示改善的通知是吴团。这个0206重建进度说明的记者会，在上个礼拜我们就排定了，是由吴宗龙副市长来跟我们3个局处的首长来说明哈。那今天早上新闻处有一个采访简讯是误传哈，传成是市长要来主持。那这个也造成，当然就有些媒体他就下了标题说市长下午2点要亲自说明。基本上我在跟各位报告，我们下午2点的记者会从头到尾都是0206重建进度的报告。虽然整个会议被赖市长未来动向所影响，不过副市长吴宗英表示，除了所有中建的建物到108年将完工，加上对受灾户的慰问、财务补偿等等交代，在43亿当中已经发出23亿，未来福建甲就业补助嘛拢会继续运用情况。市政府所处理的，除了灾后重建以外，所有的大楼，现在2栋已经开工，1栋在12月，所以已经全部都开工。各位都知道，善款来自各方43亿，我们已经花了25亿，不管对人的慰问、财务的补偿，都已经善尽所有市政府能够处理的、依法能够处理的力量，都已经投下去了。那后面对人的照顾，我们对于学生的就学或者是受伤者的复健，我们会继续。那其他的部分大概都已经完成最后的阶段。市情是延续的，吴副市长表示，未来不管向主政安怎变，市府团队一定会持续执行专案，和受灾户回归正常生活。电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前台南市副市长颜顺泽到立民进党后一届台南市长初选，礼拜伫永康区成立南台医疗大联盟，包括医师工会、牙医师工会以及中医师工会甲药师工会，拢到场声援，对颜顺泽参选台南市长表达支持。南台医疗大联盟由20个医师协会联合起来所组成的。因的成立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团结起来，全力支持颜顺泽参选台南市长。那我们这一次台南市的所有20大医事团体都团结起来，要支持我们的颜纯佐副市长来竞选下一届台南市的市长。那我们有很坚定的决心，因为这是我们医疗界大团结，因为我们觉得颜纯佐市长完全能够做到无缝接轨，能够承接我们赖市长的市政，能够做到100%最好的市长，所以我们全力会支持他。咱大拢咧讲市政，咱起厝起一半，地使换师傅，所以颜纯佐市长其实伊对当年的副馆长到当年的副市长相信，所以咱应该支持继续来主持咱台南的市政，是不是？是啊！
迄有人就讲钱较济嘛，要甲地落地啊，啊有迄地落地要送伊个手地落地内底，伊讲袂使不行，哦，啊即人咱有法度甲安尼甲支持无？有谁甲支持无？真正，靠迄人安尼啊，安尼啊，甲伊讲顺着我迄听者，哦，1000、2000啦，提讲袂使，这有可能吼，连讲我当选造成的困扰。所以讲，伊是点的情操，是我安尼上界肯定。哦，我这样一个安尼候选人哦，我选择就是伊。哦。南台医疗大联盟也推出7大目标，这个目标也是未来咱选择伊期望家己，假使有机会会当担任大台南市市长所要完成目标。伊也表示，家己虽然市政无缝接轨，但也毋是完全照较早的想法，拢无思考就先接落去。目前台南市呢，37都所推出的建设呢，我拢非常清楚，我是无缝接轨，但是无缝接轨不表示全然接受。为什么？我们要去思考，因为赖清德时代的时候，民众的想法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有些当然认为好的，我们继续往前走；认为不好的，我们要这么修正，看是要做修正完之后再调解，怎么处理再来讨论。伫咧会中，甘顺泽也表达出真济伊家己的政治理念甲为人民服务的想法。伊希望将大台南打造成一个健康城市，也希望为大台南的未来开启新的日夜。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伫9月3号即天，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分别成立关田区以及林德区的后援会，这些民众拢到场表达支持。伫成立大会当中，陈廷辉也强调，伊会专心为台南服务，并宣扬伊要推动行动政府来解决偏乡边缘化的问题。林德区的民安宫，民进党台南市初选参选人陈廷辉9月3号伫遮成立了林德后援会，这也是陈廷辉伫台南的第16个后援会。会中伊亲切向伊的支持者拍招呼。虽然天气烧热，伊也满身拢是汗，但伊依然坚持一个一个握手致意，展现出十足的亲民姿态。同时，副会长霍信良也到现场来赞声，为了肯定陈廷辉的政治路上种种的表现，也呼吁大家一定爱甲收听。咱也希望讲，今仔拍拼的成果。未来，咱来展现着力量，什么个力量来支持陈廷辉立委，互伊会当顺利伫民进党的初选来出线，代表民进党来参选第3届大台南市的市长，安尼好无？安尼好无？安尼好无？做咱的台南市的市长，咱就爱甲所有时间，互台南市民。所以，我甲大家讲，所有候选人，陈廷辉，我无结婚。我无结婚，我就是要嫁予台南市，我就是要将所有的时间，要予台南市做咱所有台南市应该有的发展，要为着咱所有咱未来建设来监督、监督再监督，争取效率、效率再效率。林德后援会是陈廷辉伫台南的第16个后援会，伊也表示，这个后援会当中的干部甚至成员，拢会成为陈廷辉听命伊的耳仔，借由分布伫咧各处的后援会，陈廷辉也要推动伊行动政府的理念。咱一方面会当用着后援会来做服务，咱一方面更会当用着后援会来做咱的耳仔，来听地方的声音。所以，我相信后援会功能绝对是要互咱所有的乡亲时代感受到，这就是廷辉的决心，嘛是廷辉要将咱行动政府真正落实，互大家感受到政府就是伫咱的厝边。民进党台南市初选参选人陈廷辉也表示，伊希望伫大台南37区拢成立一个后援会，总共37个后援会，借由这款的方式，更加去深入了解每一区无同款的地方需求。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后一届议员选举因为选区合并，除了侪新人纷纷投入抢大饼，其中嘛有亲民党过去伫台南的战将李景全决定参选。李景全表示，因为现在民众对国民两党的失望，
加上过去亲民党伫台南的政党票将近7000票，嘛可以真有信心来动山再起。曾经担任15、16两届议员李金泉伫关系合并以后，第一届议员落选的专往大陆为台湾小姐代理接伤。伫做成立这段期间，因为感受民进党执政恶慢，加上房屋税、征税、共党议员护航等事情，拢互伊看不落去，所以伫共选区纷纷采取相当险恶的插拉政府的扛棒，要来挑战，强烈表达参选北区甲中西区议员的决心。你也看即回房屋税标准58%，那以即款的情形，以民进党所有议员完全拢全部是举手赞成。那以即款阿爸的政策内底强制通过啊，这是无道理的。因为我看袂到所在就是讲，因为政府若是有能的政府，照理你爱去招商，互百姓有头路来扣税，那安尼带动经济。这是叫做有能的领导人。不过，伫国民党加民进党两党现任议员的实力，加上时代力量拢连选竞争之下，如何东山再起的优势，李金泉才是自信满满。这次咧，金泉代表亲民党倒来选北区甲中西区的这个议员。那我唔敢讲我足优势，但是尚无亲民党一向以宋楚瑜主席所甲阮鞭策。互阮的信言啦，就是讲，亲民党的人一定要落实伊即个市民关心市民，因的艰苦伊倒一粒，阮爱去落实。我即回的环境就是讲，因为宋楚瑜即回以总统大选，以咱中西区甲北区收到这样济大家听惜，甲伊支持，有14000票，但即个票无代表是我的票。但是支持着阮亲民党的人有6800票，所以即个内底呢，我希望讲，阮即回亲民党，伊台南市嘛会当有一个好的表现，嘛会当有议会会当占着几席啊，伊内底呢来发声，来替咱落实百姓来讲话。拍算延续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服务的精神，甲未来选战将拍一条年轻化网络行销诉求。李金泉表示已经准备好啊。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新兴军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饮。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电信公组标4号举办延平君王电信公393周年圣诞甲求祭大典。由市长赖清德担任主祭官，并且伫现场举行电信公创意编奶甲幕典礼，来纪念伊对台湾历史的贡献。为着要纪念电信公，台南市电信公组标上午举办延平郡王电信公393周年圣诞以及求祭大典，由市长赖清德担任主祭官。副议长郭信良、文化局长叶铁山等人担任陪祭官，恭祝延平郡王香火旺盛，也祈求台南市会当平安顺利、富贵和谐。我伫遮代表全体市民恭祝咱新公主啊，圣诞千秋，神威显赫，香火旺盛。不只是会当保庇咱地市各位宗亲啊，要选议员的会当高票当选啊。要做事业的会当宏图大展，家庭美满幸福之外，嘛会当保庇咱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台南四时无灾、百节有庆，市政成功，富贵和谐，共同牵手，互咱台南市进步，安尼好啊，好啊！
非常感动吼！恁带着个时间，来参加阮成功组393年的圣诞哦，非常的感谢。我伫遮呢，特别要来感恩咱赖市长吼，是安怎讲呢？咱赖市长吼，自从就任咱台南市市长，每一档无欠息，拢来祭拜咱成功组。包括延平公司嘛是共款，所以一档就爱来2届吼，所以这互阮真感动，拍一个抱感谢一下吼。首届大典结束以后，现场也由赖市长抽出10名得到新公金的幸运民众，并伫咧庙前进行郑成功创意百变的甲舞仪式，以纪念郑成功对着台湾的历史功绩。伫咧每一档拢由赖市长亲自出席的祭典，也看出台南市政府对郑成功的重视。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由亚洲橄榄球总会甲台南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U17亚洲青年橄榄球锦标赛，9月9号将要举行。这场国际赛事总共邀请到亚洲10个队伍参加，欢迎介意这项运动的朋友踊跃前往观赏。U17亚洲青年橄榄球锦标赛今年的比赛特别来到台南举办，参加比赛的国家有香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10个国家，总共150名青少年选手要来参加比赛，来替家己的国家争取公赢。市长赖清德伫咧出席记者会时阵，也呼吁国人爱做伙为咱的选手加油。台南是非常荣幸啊，7月份刚举办完世界杯少棒比赛，那时候大家都沉浸在那个棒球的欢乐气氛当中。8月份的时候呢，是台北市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那我们9月份马上又来举办亚洲杯7人制U17这个橄榄球比赛，所以这个强度啊都是国际级的，都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好看。我特别邀请我们全体台南市市民，另外呢也欢迎全国爱好橄榄球的好朋友，一定千万不要错过。为着呢，咱这次的赛事要非常的圆满选手呢会当伫这个场地非常的平安来享受比赛。所以这筹备人员会使讲非常的辛苦啦，非常的艰苦。伫这已经差不多筹备到差不多咱伫拜六礼拜要来迎接这个非常大的比赛。我所知影，橄榄球比赛伫台湾可能还佫唔捌遐济国来，表示咱台湾真正很有魅力啦。U17亚洲青年橄榄球锦标赛9月9号到9月10号这2天，将伫台南市立橄榄球场来开赛。主办单位希望社会各界会当做伙来到现场，为咱国的选手加油，将冠军的奖杯留伫台湾。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台湾副社姚金慈访宣讲，伫上帝公的指示之下，登记到日资产工作，今年更是分做2个梯次，总共发送235份的红包以及民生物资，来帮助邻着地区的老大人以及中低收入户。用感恩的心甲谦卑的态度，亲切来关心每一位来领取爱心物资的中低收入户。这款的爱心活动，台湾副社邀请主办偏奖已经持续过6天。今年更是在上帝公的指示之下，分2批次进行，总共发放235份的民生物资甲红包，希望会当帮助邻地地区的中低收入户以及经济有困难的老人。种种的这个帮助的问题，上帝讲拢会指示吼。即道的指示来讲，就是道理。其实阮这已经做几啊档啊，即道上帝讲有指示着，这个咱昨昏的9月2号加9月3号今日，那么下个梯次是9月9号加9月10号，来发这个红包加这个干粮，加这个米，加遐个个粮的种种的这个物件安尼来帮助着咱这个老人或者这低收入户所以其实大家拢真发心啦真发心。那么伫遮总共
有发一个，今日去第一题次来讲是发一个100分，那么咱第二题次来讲是发135分吼，啊，咱总共是235分，吼，啊，这所有拢是咱遮的众信大德，吼，啊来做这个发心，吼，来这帮助咱这个遮的迄个老人，甲遮低收入户。感谢吼，咱地方的人士吼，咱认定吼区公所来跟斗3工，有心的人会当行来到这个福地，互我的同修人，甲阮所有的吼主任委员吼顶吼甲下，拢一同协力来甲完成这个代志。由咱先天上帝讲吼，发心想要来做，较无人关怀的，甲一直想要行出门的，甲这个关怀当中，互这个子孙会当来伫这个道教内底吼来学习要安怎敬老尊贤，学习到咱地方要安怎来付出。学习到咱过去咱的百姓做袂到的，甲咱人民共同来完成。将事爱心公益活动，台湾府城邀请主办现场对物资的整理、场地规划到资金的找找，拢自发性进行，因也发心福愿，希望这款的善行意义会当一档又过一档坐落去。邀请主办现场赞。咱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现在天气是普天有时细分，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9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阿珊，咱再会。